韓國生活8年地圖實用分享5個 Naver Map 小貼士，直接令到你揾路慳翻1/3時間。首先要用啱 Apps， 喺韓國通用嘅係 Naver Map。雖然早前有傳韓國解禁19年限制開放 Google Map， 但想更加準確，建議都係入鄉隨俗，用翻 Naver Map 會更加準確。下載之後設定中文界面，點擊左上角菜單選擇語言更改成中文。唔識打韓文嘅究竟點樣揾點？喺搜尋框直接輸入店家嘅電話號碼，會比打中文更加準確，好用100倍。再用 3D 街景揾路，保證可以揾啱路。交通導航進化，巴士即時動態，點擊巴士站牌就可以查看抵達時間。地鐵出口建議喺搜尋路徑時，會話俾你聽搭第幾節車廂離電梯最近，或者係邊一道門轉乘係最快。你仲可以放大地圖查看邊一個出口有電梯位置同埋洗手間，即使拖住大型行李都唔怕揾唔到路，仲要行樓梯。揾好食嘅梗係要當地人推薦。喺搜尋框下面就有米芝蓮清單、周邊美食 cafe 同埋 pop-up store 等等，同時仲可以睇到評價。韓國大多數人都會睇評價先再去。雲端查看天氣再執行李，可以用街景模式嚟睇下韓國人都係點樣着，大概睇下天氣報告，收拾行李就有方向。需要文字版詳情嘅朋友留言加一整理發俾你。分享住全部教育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，下次見，睇下咩拜用。